無懼 MIC 結構束縛，依然用盡空間。今次嘅單位係位於安達臣道嘅新居屋安盈苑，單位嘅實用面積係474平方尺，4人居住。戶主嘅爹哋媽咪希望自然啲同光猛啲，咁而戶主就需要有足夠空間放置一個三角琴，同埋希望間房沉實一啲。我哋一齊嚟睇下。大廳係一家人共用嘅空間，所以設計上以溫暖為主。唔同嘅木紋材質營造出樸實同天然嘅層次感。喺旁邊嘅大窗做咗個同等大細嘅木質窗框，配合大廳風格外，亦都大大提高咗採光度。電視機嘅位置亦都屬於大廳一部分，設計風格一脈相承，展現自然溫馨嘅氣息。櫃身同牆面採用淺色調同木質元素融合，帶嚟輕盈嘅視覺效果。由於工作需要，我哋用咗趟門設計，必要時可以將大廳分隔開，而趟門則採用咗長虹玻璃呢種材料。佢嘅好處係有唔通透嘅視覺效果，可以提供充足嘅採光之餘，又能夠保留適當嘅私隱空間。趟開所有門之後，就會去到鋼琴房。琴房延續咗大廳嘅設計風格，以自然元素為主，淺色牆身同黑色三角琴形成鮮明對比，整體簡約大方，營造出舒適又雅致嘅氛圍。嚟到父母房，整體以簡約同實用為主，房間採用淺色調牆身同木質櫃身，配以好淺嘅灰白色皮紋，營造溫馨同舒適嘅氛圍。床頭上方設有置物架，方便放置少量裝飾。房間旁邊一個大型趟門衣櫃，提供好充足嘅儲物空間，方便整理衣物。房間整體設計注重功能性同實用性，適合爹哋同媽咪嘅日常需求。去到主人房，因為係戶主夫婦嘅私人空間，所以喺設計同用色上都做返戶主中意嘅配搭，以深藍色為主調，營造出沉穩嘅氛圍。淺灰色大理石紋台面帶出嚟嘅輕盈感，可以為沉實嘅房間得到平衡。而櫃門嘅框形壓花同香檳金嘅手抽作為點綴，令到主人房多一份輕奢嘅感覺。響煮食方面，因為大多數都係媽咪包辦，所以響佈局度需要以方便為主。L 型長台面就夠晒空間放置基本嘅廚房電器同用具。牆身旁邊嘅櫃桶方便分類擺放唔同嘅廚房好嘢。安裝於牆身嘅掛通，大大加強媽咪烹調時候嘅方便性。最後嘅浴室，由於 MIC 建築結構唔容許改動牆身，所以我哋保留原本嘅擺位，但為咗用盡每一寸空間，我哋特登做咗個薄身嘅高櫃，方便擺放好似地拖、掃把等嘅高身潔具。而加大咗嘅鏡櫃，除咗容易照鏡外，內裏亦都可以放到更加多嘅物品。而玉瓶同花灑等用具呢，我哋特登揀咗黑色泥特，出翻原本自然簡潔嘅牆身，響視覺上多添一份型格。咁今次嘅設計介紹就嚟到呢度啦，遲啲呢個單位做好咗之後，我哋再拍多條實景嘅影片俾大家睇下哦。同埋我哋仲有好多唔同類型嘅作品，大家可以去我哋 Facebook 同 YouTube 睇下㗎。多謝。